才子傳授溝女大法。咁我覺得咧，有啲嘢咧，其實咧呢個叫做霸道總裁咧係有機嘅。我就話我同大聲講，我話嗱，你翻學校一嘢推開嗰個班房門，然後大叫女人，你引起我注意啦咁樣，咁可能佢就會同你講嘢噶啦咁樣。女人，你引起我注意啦！打籃球嘅時候唔想拍嗰個波，然後打開話題，邊個波啊？往死裏打！表白嘅時候就話女人，呢一球波3分波入咗嘅話，你就我女朋友。女人，呢一球波3分波入咗嘅話，你就我女朋友。賭上你幾中意佢嘅，你對佢嘅愛啦，就係一係咧一球波，一係就入，一係就唔入嘅啫，好簡單嘅啫。入咗嘅話咧，話俾你聽，全個學校識你，話俾你聽就話，哇，你知唔知個啦？有個人啊，好型啊，佢嗌完個女仔俾之後，你入咗波啊咁樣。咁如果你入唔到嘅話咧，可以試下申請轉校。